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义修大学周边的186架线有真侪弯路，尤其是翠屏学府路的这个弯道，弯度将近90度，不时都咧出车祸。互网友讲这是一个贵之路架。敢若今年有翕到的机车自杀的案件，都有30多件。都有热心的民众伫咧路架所在用轮胎来做护栏，相关的单位嘛已经加装着警告牌仔甲反光镜。但是效果有限，相关的单位来承诺会去会勘，继续来改善。落雨天，机车相载龙头向无度控制，坐伫路边乘客惊到一直叽叽叫，摔咧砰一声。过一天，佮传出民众摔伫咧涂骹，直到30秒后，对向轿车停落来个斗3工。一直饲喇叭，爱经过民众较细腻咧。本来廖准讲是天气落雨，涂骹受骨才会发生意外，想不到涂骹哒哒嘛共款传出车祸意外。规台车安尼出咧行，实在是足惊人的。迄只是直头去弄到人会徛过大门，很危险的。今天这边很多艺大的学生在这边常常摔倒啊。对面的车道转弯都会非常的大，这边过去也非常的大，双方面的那个视线都不是说很好。高雄义修大学边仔186架管道翠屏学府路这个路段离外90度，路段是真危险。敢若今年1月7号开始，机车摔坠案件就拢总有36件。若为了降低伤害，就民众伫路架所在斗练来保护民众。骑过那个慢，刚好在那个刹车的区域，你一刹车，然后很容易就造成那个打滑。将持续针对该路段加强搜寻，防治交通违规情事。改善措施包含引入移动式的科技执法，那我们会在适当地点呢增设相关的急弯还有减速的相关的标志。虽然讲这个路段已经为减速办行标示，不过若当到落雨天，嘛是拢真细腻。即摆相关单位唔敢大意，下个一摆来只会勘，看要如何改善，才能保护民众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